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係蘇文峰。今日要同大家講一個比較特別嘅話題。今年下半年有一股非常罕見嘅天地氣場正在形成。呢股力量60年先出現一次，上一次出現嘅時候，全球都經歷咗唔平靜嘅歲月。而家呢股力量又嚟到啦。命理上有一個講法叫做赤馬紅羊劫，聽落好似好玄，但只要你明白背後嘅道理，就會知道呢個係古人用幾千年嘅觀察同智慧總結出嚟嘅一套天地運行規律。今年係丙午年，丙屬火，午屬馬，火上加火，成個年份嘅火氣非常旺盛。火本身代表熱情、光明、擴張，但同時亦代表衝動、破壞同衝突。當火氣過旺、失去平衡嘅時候，就會引發各種不穩定嘅局面。古人將呢種火氣極旺嘅年份稱為赤馬，赤係紅色，係火嘅顏色；馬就係午馬，奔騰不息，勢不可擋。至於紅羊，就係來自一個流傳已久嘅命理預言，古籍入面有相關記載。60年一個甲子係中國傳統立法嘅一個循環。上一個丙午年係1966年，嗰年全球都經歷咗極為動盪嘅時期。60年過後，丙午年再次嚟臨，赤馬紅羊嘅能量再度匯聚。歷史唔會簡單重複，但歷史嘅規律會以不同嘅形式再現。命理學研究嘅就係嗰種規律，了解規律唔係為咗恐懼，係為咗準備，為咗喺變革來臨之前做好應對。有朋友可能會問，丙午年嘅能量上半年已經開始咗，點解下半年先至最危險呢？呢個問題問得好。要明白呢個道理，要先知道一個概念，就係能量嘅累積同爆發。任何一種力量都有一個由弱到強，由累積到爆發嘅過程。丙午年嘅火力由年初開始就已經存在，但火力真正達到頂峰喺下半年，原因有幾個。第一，下半年進入秋冬，按照五行相克嘅理論，水能克火，但係丙午年火力太旺，反而出現火旺熔金嘅現象。本來應該克制火嘅金反而被火融化，令到火勢更加狩獵，就好似一場大火，你以為用少量水可以抹滅，但火勢太猛，反而令到水蒸發消失，火越燒越旺。第二，下半年有幾個重要嘅命理節，點會出現7月開始，火氣進入最後嘅衝刺階段；8月前後土氣開始介入；9月到10月歲破嘅影響達到高峰。呢3種力量疊加，對某幾個特定生肖嘅衝擊會非常明顯。第三，從易經嘅角度睇，下半年對應嘅卦象呈現出火封頂嘅頂卦，代表變革立新。變革嘅過程從來都唔會平順，你必然伴隨住震動同考驗。對準備好嘅人嚟講，呢個係喺變嘅機會；但對毫無準備嘅人嚟講，呢段時間可能會比較艱難。咁到底邊幾個生肖喺2026年下半年面對嘅考驗最大呢？我直接講係屬鼠、屬兔、屬牛、屬豬呢4個生肖。以下我會逐個解釋，先講屬鼠嘅朋友。屬鼠嘅朋友今年下半年最需要留意嘅一個字就係衝。命理上子鼠同午馬相衝，今年丙午年地支係午，屬鼠嘅朋友地支係子，子午相衝就係所謂嘅衝太歲。衝太歲係命理上一個非常重要嘅警示信號，代表你嘅生活節奏同外部環境之間會產生強烈嘅摩擦同碰撞，好似兩股方向相反嘅力量硬碰硬咁撞埋一齊。具體表現在邊幾方面呢？第一係工作，屬鼠嘅朋友下半年容易遇到變動，可能係人事上嘅變化，可能係工作環境嘅改變，亦可能係合作關係出現裂縫。做生意嘅朋友要特別小心，合夥人之間嘅矛盾有可能喺下半年集中爆發。第二係健康，衝太歲嘅年份，身體容易出現警號，屬鼠嘅朋友今年下半年要特別關注心臟同免疫系統方面嘅健康。因為火旺容易引發生火上炎嘅問題，日常生活要注意休息，避免過度勞累。第三係感情同家庭，衝太歲嘅影響亦會兜透到家庭關係入面。屬鼠嘅朋友下半年同家人之間容易出現摩擦，特別係同長輩或者伴侶嘅溝通需要格外耐心。感情上如果本來已經有裂縫，今年下半年有可能會令裂縫擴大，需要特別用心維繫。跟住講屬兔嘅朋友，屬兔嘅朋友今年下半年面對嘅係三刑嘅考驗。三刑係命理上一個比較複雜嘅概念，簡單嚟講就係幾個星宿組合埋一齊，會產生相互刑剋嘅力量，令到當事人喺某啲方面容易出現困擾同阻礙。屬兔嘅朋友地支係卯，卯午之間存在一種無禮之刑嘅關係。所謂無禮之刑就係指喺人際關係同社交爆圍入面，容易遭到不公平嘅對待，或者自己嘅努力得不到應有嘅認同同回報。對屬兔嘅朋友嚟講，下半年呢種影響會特別明顯。
喺職場上可能會出現功勞被人搶走、被上司忽視，或者努力付出卻得不到相應回報嘅情況。喺人際關係上可能會遇到一啲表面友善背後做小動作嘅人，需要格外留意身邊嘅人乖乖三型嘅另一個影響，係容易引發法律同合約方面嘅糾紛。屬兔嘅朋友下半年如果有任何合作借貸嘅事，一定要仔細審閱每一個細節，唔好貪方便，否則一旦出現問題，處理起嚟會非常費時費力。健康方面，3名入命嘅年份，肝膽系統需要特別關注。屬兔嘅朋友今年下半年要注意情緒管理，避免長期處於壓力之下，因為情緒鬱結最容易損傷肝膽，進而影響整體健康。再講屬牛嘅朋友，屬牛嘅朋友今年下半年面對嘅挑戰來自土牆壓金。丙午年火氣旺盛，火旺生土，土氣喺下半年會變得非常厚重。屬牛嘅朋友地支係丑，草本身屬土，當流年土氣再度搭家，對於屬牛嘅朋友嚟講就會出現土多埋金嘅現象。土氣過強反而令到屬牛嘅朋友感到壓抑沉重，舉步維艱。呢種感覺會體現喺生活嘅幾個層面。喺事業上，屬牛嘅朋友下半年可能會感到前進嘅阻力，原本計劃好嘅事情一再被拖延，各種意想不到嘅障礙接連出現，令人感到灰心。喺財運方面，土多埋金嘅年份，屬牛嘅朋友容易出現資金周轉不靈嘅情況，特別係做生意嘅朋友要注意應收早款嘅回收，避免大量資金被長時間佔用。投資方面，今年下半年唔適合進行大規模嘅新投資，保守為上。健康方面，土氣過重對應嘅係脾胃系統，屬牛嘅朋友今年下半年要注意飲食健康，避免暴飲暴食。同時土氣過重亦會影響到四肢關節，有關節舊患嘅朋友要注意復發嘅可能性。最後講屬豬嘅朋友，屬豬嘅朋友今年下半年面對嘅係水火相煎嘅局面。屬豬嘅朋友地支係亥，亥屬水，今年丙午年火力極旺，水火相遇必然產生激烈嘅衝突。命理上，水火相煎嘅結果往往預示住當事人嘅生活中會出現一啲意料之外嘅變化，令人措手不及。對屬豬嘅朋友嚟講，下半年最需要警惕嘅係意外。呢個意外可以是意外事故，可以是突如其來嘅健康問題，亦可以是突然出現嘅財務危機。總之係一啲原本沒有預期到，但卻突然發生嘅負面事件。感情方面，水火相煎嘅結果亦會令到屬豬嘅朋友喺感情上出現較大波動。單身嘅朋友下半年可能會遇到一個令自己感情上大起大落嘅人。有伴侶嘅朋友則需要注意感情關係中嘅信任問題，避免因為誤會或者溝通不暢而引發感情危機。健康方面，水火相煎對應嘅係肝臟同心臟嘅健康。屬豬嘅朋友下半年要注意呢兩個器官嘅保養，避免過度勞累同熬夜，保持充足嘅睡眠同規律嘅作息。講完4個生肖各自面對嘅具體挑戰，相信大家心裏已經有咗一定嘅警覺，但係淨係知道危險喺邊度仲未夠，更重要嘅係知道點樣應對。命理學上有個非常重要嘅原則，知命者不誤命，即係話真正了解命理嘅人唔會因為知道風險而變得恐懼，而係因為了解咗規律，從而能夠主動去化解同調整。接下來我就同大家講講喺年底之前必須做齊嘅5樣嘢。第一樣，拜太歲化解衝合之力。太歲係中國傳統命理中一個極為重要嘅概念，每一年都有一位太歲神鎮守，保護當年與太歲相合嘅生肖，同時對於太歲相沖相刑嘅生肖產生壓制嘅力量。今年丙午年太歲係馬，對屬鼠嘅朋友嚟講，子午相沖係直接沖太歲；對屬兔、屬牛、屬豬嘅朋友嚟講，則分別受到不同程度嘅太歲影響。拜太歲係傳統集中或化解太歲影響最直接嘅方法之一。拜太歲嘅意義在於通過儀式性嘅行為，表達對天地規律嘅尊重，同時亦係一種心理上嘅調整，令自己以更加嚴肅、更加謹慎嘅態度去面對呢一年嘅挑戰。拜太歲有幾點要注意。第一，最好喺年初進行，但如果年初冇做到，下半年開始之前補拜亦有效。第二，香港有不少廟宇提供拜太歲嘅服務，車公廟、黃大仙祠等都係熟悉嘅選擇。第三，心態上，拜太歲唔係求神明幫你解決所有問題，而係一種自我提醒，提醒自己喺呢一年要更加謹慎小心。拜太歲之後，最好能夠喺屋企供奉太歲符，以持續化解太歲嘅力量。第二樣，調醒家居風水，鎮宅化煞。風水係中國傳統文化中關於環境能量嘅一門學問，家居風水嘅好壞直接影響到居住者嘅運勢同健康。
喺赤馬紅羊劫嘅年份，家居風水嘅調整顯得尤為重要。2026年丙午年火氣旺盛，風水上有幾個方位需要特別注意。首先係南方午馬屬火，南方本身就係火嘅方位，今年南方嘅火氣特別旺盛。如果屋企嘅廚房爐灶或者大量紅色裝飾集中喺南方，就會令到火氣對家居環境產生負面影響。建議喺南方放置一啲屬水嘅元素，例如藍色或者黑色嘅裝飾品，或者一啲流水擺件，水嚟平衡火嘅能量。其次係流年飛星嘅影響。今年五黃煞星飛臨嘅方位需要特別注意。五黃煞星係風水上最兇險嘅煞星之一，所到之處容易引發疾病、意外同各種不順。今年五黃飛臨嘅方位不宜進行裝修動土，亦不宜喺該方位放置大量雜物，保持整潔通暢有助於減輕影響。第三係門口同玄關嘅處理，門口係家居風水嘅關鍵所在，係氣流進出嘅主要通道，要特別注意門口嘅整潔，避免雜物堆積，阻礙氣流通暢。同時可以喺門口附近放置一啲化煞嘅物品，例如銅錢同狐狸等傳統風水器物。對於4個受影響生肖嘅朋友，睡房嘅風水調整都非常重要。睡房係人休息嘅地方，係身體恢復能量嘅空間。風水好嘅睡房能夠幫助居住者喺睡眠中得到充分嘅恢復，增強抵到外在衝擊嘅能力。睡房嘅顏色今年適宜選用較為平穩嘅色調，避免大面積使用紅色、橙色等火系顏色。第三樣，隨身佩戴開運物品。除咗家居風水嘅調整，隨身佩戴合適嘅開運物品，亦係命理傳統中重要嘅保護方法。不同生肖適合佩戴嘅物品亦有所不同。屬鼠嘅朋友沖太歲，適合佩戴龍形嘅飾物。龍係屬水者嘅貴人，生肖龍同屬鼠之間存在六合嘅關係。佩戴龍形玉佩或者龍形吊墜，能夠幫助化解子午相沖嘅力量，引嚟貴人相助。屬兔嘅朋友受三刑影響，適合佩戴九形嘅飾物。兔同狗之間存在六合嘅關係，六合能夠化解刑確帶來嘅力量。佩戴九形嘅玉器或者飾物，有助於化解三刑帶來嘅人際。困擾屬牛嘅朋友，土多埋金適合佩戴雞形嘅飾物。蛇雞三者組成三合，三合嘅力量能夠幫助屬牛嘅朋友突破土埋金嘅困境，增強勢嘅流動性。屬豬嘅朋友，水火相煎，適合佩戴虎形嘅飾物。豬同虎之間存在六合嘅關係，六合嘅和合之力能夠幫助化解水火相煎嘅衝擊，令運勢趨於平穩。需要提醒嘅係，開運物嘅選擇要以天然材質為佳，例如天然玉石、天然水晶等。佩戴之前最好經過開光處理，令開運物嘅能量得到啟動。同時開運物需要定期清潔保養，保持其能量嘅純正。第四樣，積德行善，從根本化解。有朋友可能會覺得奇怪，積德行善同命理運勢有咩關係？關係大啦！喺中國傳統命理嘅體系入面，有一個非常核心嘅觀念：命由心造，相由心生。一個人嘅命運固然受到出生年月日曬嘅影響，但更根本嘅影響來自呢個人嘅心聲同行為。經入面有一句話：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意思係話，一個家族如果持續積累善行，必然會有好嘅回報；相反，如果持續做壞事，必然會有唔好嘅結果。呢個唔係迷信，而係一種因果規律嘅體現。從命理嘅角度睇，一個人嘅德行係其命運中最重要嘅根基。德行好嘅人，即使遇到風浪，亦能逢凶化吉；德行高嘅人，即使出生喺好年份，亦難以守住好運。所以喺赤馬紅羊劫嘅年份，積德行善係從根本上嘅化解凶象嘅最有效方法。積德行善唔需要做啲咩驚天動地嘅大事，日常生活入面嘅點點滴滴都可以成為積德嘅機會，幫助有需要嘅人，對身邊嘅人多一份耐心同寬容，減少抱怨同嫉妒，保持一份感恩嘅心態。呢啲看似平凡嘅行為累積起嚟就係深厚嘅德行。對於4個受影響嘅生肖嚟講，今年下半年特別建議多做啲與放生相關嘅善事。放生係中國傳統文化中一種常見嘅積德方式，背後嘅理念係尊重生命、珍惜生命。當然，放生需要以正確嘅方式進行，要放生適合當地生態環境嘅生物，唔好為咗放生而破壞生態平衡。此外，今年下半年亦適合多做義工活動，將自己嘅時間精力分享俾有需要嘅人，唔單止能夠積累德行，亦能夠令自己嘅內心得到滿足同平靜，以更加穩定嘅心態去面對生活中嘅各種挑戰。第5樣，調整心態，以守為攻處世。最後一樣，亦係最難做到但最重要嘅一樣，就係調整心態。命理話俾我哋知，
世界上冇永遠嘅好運，亦冇永遠嘅及運。運勢如同潮水，有漲有退，有起有落。赤馬紅羊劫嘅年份固然充滿挑戰，但挑戰本身亦係成長嘅機會。易經嘅核心精神之一就係變異。宇宙間一切事物都處於不斷變化之中，冇乜嘢係永恆不變嘅。當我哋面對困境嘅時候，要記住，困境只係一個暫時嘅狀態。只要我哋能夠順應變化，主動調整，困境終將過後，新嘅機遇終將到來。對於4個受影響嘅生肖嚟講，今年下半年嘅心態調整有幾點特別重要。第一，要學識守。喺萬事不順嘅時候，最重要嘅唔係進攻，而係守住已有嘅成果。老子話：知足者富，能夠守住自己嘅健康、家庭同基本嘅生活，已經就係一種成功。乜嘢運勢低迷嘅時候，強行追求大界嘅突破，因為此時嘅冒險往往會帶來更大嘅損失。第二，要學識忍，遇到唔順心嘅事，要懂得克制自己嘅情緒衝動行事，必會帶來後患。今年下半年在人際關係上容易遇到摩擦，此時最需要嘅就係忍耐同包容，一時之氣可能會令你失去更多。第三，要學識借力，喺運勢低迷嘅時候，要善於借助外力，多與貴人親近，少與小人來往。貴人嘅幫助往往能夠喺關鍵時刻扭轉局面。點樣識別貴人？一般嚟講，真正嘅貴人係嗰啲喺你困難嘅時候願意伸出援手，俾你真誠建議嘅人，而唔係嗰啲只喺你得意嘅時候先出現嘅人。第四，要學識靜。喺外部環境動盪嘅時候，內心嘅平靜係最寶貴嘅資產。每日俾自己一段安靜嘅時間，無論係冥想、閱讀，定係簡單坐低飲杯茶，都能夠幫助你保持內心嘅平衡，以更加清晰嘅頭腦去應對生活中嘅各種挑戰。講到呢度，可能有些朋友會問：除咗以上4個生肖，其他生肖今年就完全冇問題嗎？當然唔係，赤馬紅羊劫嘅影響係全面性嘅，只係對不同生肖嘅影響程度同方式有所不同。對屬馬嘅朋友嚟講，今年係咪本命年犯太歲？犯太歲嘅影響比沖太歲稍微溫和啲。但同樣需要注意，本命年嘅人往往會經歷一啲人生中嘅重要轉變，有可能係好嘅轉變，亦有可能係具挑戰性嘅轉變。屬馬嘅朋友今年同樣需要拜太歲，同時要特別注意健康同安全。對屬狗嘅朋友嚟講，今年與午馬之間存在害嘅關係，稱為害太歲。害嘅影響主要係人際關係方面，容易遇到背叛或者欺騙屬狗嘅朋友。今年下半年要特別注意身邊嘅人，避免輕易信任陌生人，特別係喺財務方面要唔慎對待任何來路不明嘅投資機會。對其他生肖嘅朋友嚟講，雖然受到嘅直接衝擊相對較細，但喺大環境嘅影響下，今年下半年整體嘅不確定性都會增加。建議所有人在下半年都保持相對保守暗慎嘅態度，喺重大決策上多加思量，避免匆促行事。講完個人層面，我亦想講下呢個年份對整體社會環境嘅影響。因為個人嘅命運始終同大環境緊密相連嘅，丙午年嘅能量喺社會層面往往會引發一啲與火有關嘅事件，無論係字面上嘅火災，定係比喻意義上嘅社會矛盾，激化衝突。升溫歷史上嘅丙午年往往都係社會變革嘅關鍵時期，各種矛盾問題會喺呢一年集中顯現。對普通市民嚟講，了解呢個大背景有助於我哋喺日常生活中做出更加明智嘅決策。經濟方面，火旺嘅年份往往伴隨住市場嘅波動性增加。今年下半年各種資產嘅價格可能會出現較大嘅起伏，投資者需要特別謹慎，無論係股票、房產定係其他投資，都要避免過度撈光，保持充足嘅流動資金，以應對可能出現嘅突發情況。社會關係方面，火旺嘅年份，人與人之間嘅摩擦衝突會增加，喺日常生活中要盡量保持平和嘅心態，避免與人正面衝突。遇到矛盾，多一份包容，少一份計較，往往能夠化干戈為玉帛。健康方面，火旺嘅年份同心臟血管、眼睛相關嘅健康問題會有所增加。建議所有人在今年下半年都注意定期體檢，特別係中老年朋友要關注血壓、血糖、血脂等指標嘅變化。講咗咁多風險嘅事，最後我想講一啲比較正面嘅說話。命理從來都唔係一種令成人絕望嘅學問。恰恰相反，命理嘅真正價值在於幫助人民更好嘅了解自己，更好嘅把握時機，更好啲應對調整。喺中國傳統文化嘅智慧入面，有一個非常重要嘅觀點，就係天人合一。人同自然、人同宇宙係一個整體，係相互影響嘅。當我哋了解咗天地運行嘅規律，我哋就能夠更好嘅順應，
呢個規律從而在順境中把握機遇，在逆境中化險為夷。赤馬紅羊劫固然兇險，但歷史話俾我哋知，每一次大嘅挑戰之後，往往都會迎來新嘅機遇。60年前嘅丙午年，香港雖然經歷咗風風雨雨，但正係喺嗰段艱難歲月之後，香港迎來咗新嘅時代。困難往往係系變嘅前奏。對於4個受影響嘅生肖嚟講，今年下半年嘅考驗，亦都可以係一次重新校準人生嘅機會。屬鼠嘅朋友，沖太歲帶來嘅變動，亦可能係推動你走出舒適區，邁向新階段嘅契機。屬兔嘅朋友，三刑帶來嘅人際考驗，亦佢正係幫助你睇清身邊真正值得信賴嘅人嘅時機。屬牛嘅朋友，土埋金帶來嘅阻礙，亦佢正係提醒你放慢腳步，重新校準方向嘅時候。屬豬嘅朋友，水火相煎帶來嘅波動，亦可以氹準你嘅意志，增強你人生嘅運勢命理嘅價值。從來都唔係叫人坐以待債，而係叫人在了解規律嘅基礎上，主動作為，積極應對。最後，我想講一個真實嘅故事。有一位香港嘅老太太，佢屬鼠，嗰年佢70幾歲，兒孫滿堂，本來應該係安享晚年嘅時候，但嗰年佢遇上咗沖太歲，家中先係發生咗一啲變故，後來又遇上健康方面嘅問題，令佢非常擔憂。佢嘅朋友帶佢去請教一位老師傅。老師傅睇完佢嘅八字之後，對佢講咗一句話：你命中有貴人，但貴人要靠自己嘅善行去感召。你一生積德甚厚，雖有風浪，但終會逢凶化吉。只要你在經年多做善事，多關心身邊嘅人，自然能夠化險為夷。老太太聽完之後返到屋企，由嗰個星期開始，每星期都去老人院做義工，幫助嗰啲比佢更加需要幫助嘅老人。就係咁堅持咗半年，佢嘅健康狀況出乎意料咁好轉。家中嘅變故亦逐漸得到解決。嗰年佢平安咁度過咗太歲嘅年份。佢後來成日講嗰段經歷，令佢明白咗一個道理：命運唔係一條固定嘅軌道，而係一片可以耕耘嘅土地。你播下乜嘢種子，就會收割乜嘢果實。呢個故事正好印證咗命理智慧當中最核心嘅一個道理：命理係地圖，但行路嘅始終係你自己。總結一下今日講嘅重點。2026年丙午年，赤馬紅羊劫，60年1月下半年係成個年份中能量最為震盪嘅時段。屬鼠、屬兔、屬牛、屬豬，即係呢4個生肖受到嘅衝擊最為直接，需要特別警惕。屬鼠嘅朋友防沖太歲，注意工作變動、健康同家庭關係。屬兔嘅朋友防三刑入命，注意人際關係方面嘅困擾。屬牛嘅朋友防土重埋金，注意財務周轉同健康。屬豬嘅朋友防水火相煎，注意意外同感情波動。年尾之前必須做齊嘅5樣嘢：第一，拜太歲化解衝合之力；第二，調醒家居風水鎮宅化煞；第三，隨身佩戴合適嘅開運物品；第四，積德行善，從根本上增厚德行；第五，調醒心態，以守為公處世。做到以上5樣，唔會保證萬事無憂，但係能夠最大程度咁減低風險嘅影響，令你喺下半年嘅波動中保持相對嘅穩定同平安。命理學問博大精深，今日所講只係其中一個面向。真正嘅命理智慧需要長期嘅學習同積累，需要將理論同實際生活相極狂，才能真正發揮其指導人生嘅價值。最重要嘅係，無論命理點樣講，你嘅人生始終掌握喺你自己手中。了解命理係為咗更好咁做自己命運嘅主人，而唔係將自己嘅命運完全交託俾命理。以善良嘅心態、積極嘅行為去面對生命中嘅每一個時刻，呢個先係命理智慧嘅最終歸宿。赤馬紅羊劫亦都只係一個關口。我祝願每位朋友都能夠喺呢個年份嘅風浪中穩穩咁企好自己嘅位置，平安順遂，歲月靜好。我哋下期再見。